会跟歌手说，哎，你进步很多。给不你，我觉得进步还不够来形容你，我觉得你是进化了。哦，实地衰地要了力，总係做唔得。要按會強啦，強到嘅要強到按好。哦，強一度嘅。哦，有兩男五女。舞女啊！哦，沒有女兒，沒有誰來？好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。大家好，我係蒙古啊。來錢啊，大家好。哎呀，你剛才有發現啊，前面有。三個六。哦，充眼本呢，嘿係嘛？你用敷衍見上誒，這麼導正自己呢？我根本嘅仙人掌欣賞嘛。係啊。咁樣得病一開頭嘅衝都衝唔出。真的哦，按樣太極要劈下吧？你要先講一下。三個。哦。大本帥呢？係哦，那我們以後要改嗎？但問題是，那是謝宇約的。哦，你從誒恰一比形上嘅版本。係啊，按 hockey 啊，所以錯誤是謝宇威啊。哦，那就是謝宇威老師的問題啦，跟我們沒有關係。好啦，來到流行組嘅哦，係啊，好，安尼流行歌曲組嘅保比正八歲，嘿，厲害 V 面五關咧，李彥峰，哎呦，連過五關啦，冇簡單哦。後面還有5關啊！波子阿姨啦，說好了啦，不要再說了。給阿里又來了哦。好啦，接下來評審團啦，好，歡迎葉家秀先生、總飛先生、齊澤飛先生、龔義環先生。好啦，線上介紹睇到，馬上要進行今日比賽哦。唔錯，新嘅朋友來咧。TV 係真係第一擺看到，真係吼，來自新竹竹北。李小儀帶來山鬼，山鬼啊嘛，咩山鬼啊？哦，山鬼，山鬼啊！哎呦，空在山地都，會很恐怖嗎？那唔定，睇看啊！山鬼帶啲山都裡，浪漫神係好熱意。生紅衣，蛤蟆怪嘅笑嘻嘻，山鬼喪屍怒紅掉，佢倒掉佢就衝馬蹄，腳跳後點點嘅板腳表，立馬變成海螺皮。山鬼呀個呀東西，山鬼陰公頭裡。好連理，山拉村你心肚裡，塞胖胖點的調戲，山鬼嘅母豬不緊，滴個滴個錯把戲，一起up一太多千里，馬上看到都漂移。山鬼呀個呀東西。架勢呢？哎呀，就要有經驗嘅表演，對啊，係嘛？裝出來啦，經驗，氣勢先嚇人呐，好爐火純青的感覺，真的好自然啊！哎呀，你咪堂講給演，有做劇嘅，
舞台剧、音乐剧的。哦，所以我们是同行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敢，没有同行，不敢说。对呀，就是对。你是顶天，你是南天门什么同行？我们现在在这边看你这样，看你们。我们是同行。还有，所以你是在那一大演艺。我就是应该又走买音乐剧啊，然後上學有啲客家電視台做啲節目啊，東九以前弄聽個歌，很久以前，年輕的時候。主持嗎？冇主持。就會做戲啊，講得冇暗。客家電視台有演過那你聽下你公公。所以跟住批賢啊、蓋新小弟啊，同埋好朋友王明英、小豬姐姐，還有仙姐姐。所以你他們演藝圈係演俾客家電視台。慘到昨天已經講我。我知道家嘅客語腔不差，有進步進度錯冇？冇退步動到咧，都叫冇講咧。你講開了啦，講開了。前幾年冇啲退翻啊。跟因為做戲演到好，因為上嚟唱歌嘅。事情係咁樣嘅嗬，嚟家係個 long story。嗌媽媽動好重算過，咁電影班見到有一年轉來，嗌媽媽只等你嘅重算過。任何時間、任何地點，嗌你爬阿里山見未蟲，嗌你去指南宮拜拜見未蟲。阿里山衝山高度好啊，動好見未蟲。本神面塔啊！啲蟲到嗬，嗌爸爸、嗌弟弟、嗌全部會蟲咧。哦，真的哦。嗌你好嗬，嗌就看到咧，然後嗌打了台的報名嘅去線，嗌就講誒媽，叫我去啊，唔係，梗咩蟲歌，梗係選秀唔係。我嗌上去選秀就會唱歌呀，佢上去表演，哎我跟你講，佢上去大家看到佢表演，佢唔可以比賽，係佢唔可以比賽，唔係，嗌就講，他覺得他是 star，他跟你們之間比什麼賽？他今天有來，我跟你說，哦，媽媽在嗎？我隨便講講，那就媽媽就一起來表演，叫他來表演啊，然後那是媽媽嗎？對啊，那媽媽，那媽媽有錄取嗎？啊，之前來過，媽媽是信回教嗎？之前來過，有啦，有英雄，有英雄，係，剛開始講嗌上去咧鬧熱頭嘅題目，因為佢嗌咧強下戲，就把他騙來了。哎呀，難怪本身是演員，這唱歌唱到很好，哎呀，他的台風一後，對啊，哎，大家都那麼厲害，怎麼辦啊？怎麼辦啊？巖峰，還有幾個音唱機沒起。哦，賈斯汀車叫好了，賈斯汀，你的55688來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對，到了，慢走哦，拜拜。Uber 到了，留下。哦，衝上嚟啦！我們聽專業老師嘉修老師。哦，實在講哦，你挺厲害哈。哎呦，剛為什麼說他客語有進步？他根本就是好像客語是他第一主要語言。對啊，他根本沒有什麼進步不進步。講到暗河強勢嘅哦，聽下批咧，不會嚇到你嗬。不過嗬，佢音咪前好，你會哦，佢唱到前好，表演咪前好，佢用到嘅啦，佢歌詞上唱唔唱？哎呦，嘿。故意唱錯4個地方，嘿！哎呦，哇，有點太過故意。狂賭嘛，狂好可惜哦。你從大到散賭嘛，嗬。啱啱前主一趟，嗬。啱其實講我真的，佢唱得前好。嘿。不過佢嘅問題是佢上很用對啦，因為保存實力，讓你們先怕一下，後面你們就有好日子過了啊！每天都有人跟着你們追着打，這樣好不好？那問題是他要過啊，他今天不會過，沒有什麼天理的啦。哦，但是問題歌詞也唱錯呢。歌詞唱錯也不過就是小弟就扣分，對嘛就扣嘛，人家本錢夠可以扣啊。一個20，本來你要達到25分啦，給他扣個0.5這樣子。我從滿分開始扣，也不過就扣到這樣子而已啊。我實在覺得，我個人認為，我感覺哦，就是演唱要像他一樣，這個衝到前方裡，然後隨便啦，唱錯沒有關係，我不在乎名次，我就是要讓你們好看一下，我很棒。就像剛剛講的，其實很表演，對，不加妹款表演，這個，所以這個孝順的女兒再加0.5分，這樣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啊，繼續哦，看你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說真的，你跟他唱歌的時間真的很吸睛。真的，我覺得像在看音樂劇嗰種感覺。特別到 Misa 兩條歌誒。多帶9班班過關嘛，好啦。好，聽下來看你小二嘅分數。
2.5分呢，赞哦，有唔错诗哦，还有办法多那种分数哦，哎呦，佩服，不，佩服。你唱对就是就不得燕峰的事，应该燕峰就危险。好了，你送礼拜97分呢？哦，黑吗？哦，对，也有点困难，也有点困难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想把他打败莫安改。嘿啊，哈，加油！好，大家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戏也演得好。虎母全女，杨妹妹请离婚啊！田纯燕哦，对充足的第3秒，妈妈我再帮你 announce 一次啦哈。对啊，对啊，戏也演得好，然后歌唱得好，这哪有天理啊？真的哈，又赏得奖。对啊，奖哦。没奖吗？杨梅吹哦，吹了。有奖吧？奖。嘿，奖。谁没按奖？奖。下来，还预备起，顾秋婷带来一把乘风，用好来唱哦。耶！一阵风儿山风来，山中的花开香香来。一阵风儿荡出来，凉凉的米稀好把来。一阵风儿树荡来，树叶被跳舞翻起来。一阵风儿淋下来，阿妹的思念。走下来，还有一把乘风，一把乘风，一把乘风吹过爱的钟头，一把乘风。一阵风儿春天来，蓝蓝的天空似天来。一阵风儿夏天来，汪汪的洋洋的送海来。一阵风儿秋天来，炎炎的月光天当来。一阵风儿冬天来，小小的烟瓣团圆来。还有一把乘风，一把乘风，一把乘风吹过爱的钟头，一把乘风。新年线上，各位槟榔先生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今年米莎青书都分养哦，两条歌没米莎的歌呀哦。今天怎么那么畅销啊？啊，给他歌本来就清后堂，红给一好朵，温馨的啊，温馨啊，嗯，温比上都好长时间的嘛。哎，错啊。好，真的唱了2个上到头摆。係啊，上到跳擺謝師姐啦，哈！你下睇下經濟那個財富自由。哦，你財富自由，我們自由沒有，我很綁手綁腳。辛苦呢，同學啦，還在為了我的同學們呐。哦，你更是啦，你也是。他財富自由到不行，自由啦，自由，然後全部都會開同學會啦，開同學會些時會講到跳擺。跳擺故事一樣哦，對，一條擺乜樣？跳擺讀書會是這個，因為。
个同学哈，甲下保守。哦。那同学穷啊臭都是那个长桌子啊哈，穷啊臭有些要画一条线。发一条线，戳和界这样，这样用。我发一条线。哦，哎有呢。做唔得超过啦。哦。对啊。超过是做唔得啦。超过不用哎。我会那个啊，像同一大阿姨啊，对吧？那条帮来隔壁个说嘞，超过而且很基本啊，5K 你。哎呦，真的。人家给我钱呢。哦。对啊。我们男女合班那么好，我们都是男生班。真的哦。国小呢，国小呢。哦，国小啊。哎，国小时间。女生很喜欢跟我坐在一起啊。应该黑吧？你应该是孩子王吧？我会拿东西给他吃啊。对，我还跟他们玩扮家家酒啦，有青岛后事的啊，就是这样偷拐抢骗。然后跟他们玩扮家家酒，然后还结婚。哦。然后结婚，然后还要。班上有牵手吗？还要睡在同一张床上。学校哪来的床？保健室哦。没有啊，我们就回到家才扮家家酒。真的要搞啦，不乱搞好不好？真的哦。对，然后对啊。大白该穷一啥嘛？冇穷用的什么诶？就看麦要挺来专一啊！真的哦，哎，腿怎么现在还在啊？没有被你爸妈打断。当你呆冇穷用的什么专一？这个时间好高。对，好高。老师来穷，那就要罚清除掉，连跳大会舞都要拿着一根草。啊，系啊，真的该，不敢骗修啦。哦，系啊，不敢老师来穷来骗修。用草刮芒哈，刮芒草，随便草，芹菜把它抽真的呀，就不要牵到就好了。对。哇，皮种诶，很保守的时代。那个年代，哎呦，我现在可能女生都很主动，随时会怀孕的。对。很保守。这有点久远了，黑毛。对。好了，冲出来哈，想必欣赏。嗨，秋婷。我觉得你今天这首歌真的是让我如沐春风哎。哦。你知道吗？通常我们会跟歌手说：“哎，你进步很多。”但是给不你，我觉得进步还不够来形容你。我觉得你是进化了。哦。因为超级赛亚人。对，进化真的，因为。我从来没有弹过你这样子的一个声音，因为通常你唱歌的那个方式，应该这样讲，如果根本你还是闭上我的眼睛，我会不知道这首歌是你唱的。哦，对，你会以为是米莎唱的，我会觉得是另外一个歌手。哦，但是你今天一唱前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哇，你有这样的一个声音，于是。我就非常的期待，因为你这个声音是柔柔、软软、绵绵的，然后我就很期待听到你唱副歌，到底会是什么感觉？结果你的一把春风，哇，你知道，一样是吹着那个柔柔的风吹过去，而且你还会把春风，然后最后一个一把春风，你还有那个转音。你知道我很喜欢那种转得很自然，是属于你自己里面的那种浑然天成的转音。你这样子去表达，让我真的觉得好棒。然后第二遍歌的时候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4个不同的季节，你都让我感受到吹出来那个不同的风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哎。我觉得这首歌。我真的觉得你唱的太棒了，但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，我觉得会更好。那如果这个咬字的部分，你要把它咬得更完整，比如说，春风来，你来，最后你要收起来。你如果没有收起来，就来，就变听起来像来一样。春风来，或者动哼。OK， 山风来，你都没有收起来，来，它很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来把它收好，因为很微小的地方，你如果在表演就过去了。但是根本你是在比赛，我们戴着耳机都没有听到你的来的话，会以为你唱错，会以为你是唱成来，就会很可惜。那这个如果在咬字上面能够更多的去
精确的话，我相信就会更棒。哦，好，太棒了，很喜欢你这首歌，心目先生，谢谢。好，有点按豆白哈，进化了。老师给指导，真的很有用哈，用啊就有唐一希啦，冇咩话有唐一希，对，50千呢，老師教當好呢，全部老師教來。對啊，哎呦，就繼續湊下去。哦，希望放喺夾縫中求生存。我跟你講，他應該秋婷姐算做很久了。目前湊親叫嘅哦，係啊，全部來來去去哦，係啊，哦，咩厲害呢？見來見好。來看一下人嘅分數，看一下顧秋婷嘅分數。哦，哇哦，心目先生。90分，秋婷姐有拿過5分嗎？喺T班啊，最高95分。哎呦，根本已進進做了0.5進化，0.5分，好吧，下一次衝97，好不好？再5關，想想就好，再等5關，好不好？回去好好睡覺，想一想。想想就好。好啦，心目先生，秋婷姐楊子生。好了，沙落喺羅小棟帶來感定人內味痛。哎呦，哦，還有演技，君子有疾，寡人有疾。你有一點 lay back， 對，有一點哦，所以我就開始替你緊張。那如果我說我剛剛是有點 swing 的感覺，swing 搶拍啊 ，OK。你說你唱 swing，然後後面比較合理吧，有加分嘛。他們自己打他們自己。哎，你剛剛在唱這個版本啊，是不是？對。那我們重錄哈。下一集，好不好哈？今天過關了，下一集來唱個 swing 版本。你還以為這真的是綜藝節目，這是歌唱比賽節目，好不好？
是蒙天神信上。喂，修同志，修同志，好，嘿，对啊，罗哥跟吉娜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吉娜姐，我又被叫姐了，没关系啦，我知道，真称了，我知道。对啊，哎，你安尼，你家乡安尼，辛苦按久，是出过歌嘛？因奈了。有出过了嘛？是100哦，算200，第100俺卖都俺买单俺去澎湖。澎湖那有出过，从皮洋基听听啊，皮洋基俺冇错过啦，冇错过啦哈。然后100就去香港，哦，香港，酸，亲难忘的就去澎湖，澎湖的时间了，香港。风景洞家，然后白色的沙滩，哦，有胸片，对，这个是金鱼洞。然后我们爬到，我跟我女儿爬到金鱼洞上面。是金鱼洞哎，金鱼洞是下一个相片，那个就是像金鱼。这个是张雨生纪念馆。雨生纪念馆，对。还有丰贵洞，这个就是金鱼洞。你看那个白白那个部分是不是像金鱼？哇，我只看到你女儿哎。你女儿比较强。要不会给找了哈？秋木竹空庸，还澎湖海大桥，跨海大桥，对。哦，你很像路人不小心经过女儿的自拍的感觉。对，秀东姐。结果我秀在我歌唱班上面，他们说。啊，你女儿好像明星，对啊，好像网红的自拍，后面有一个那个阿姨路过，有明星脸，有明星脸，对。有冲啊，其实有冲啊。好够啦，哈，摸一下有效啊，哈，要带一下。就是5月份，2018的5月份那个，澎湖有花火节，特地带我去，吃喝玩乐，大概有经过了30几个景点，骑摩托车，真的哦，当天带我去，然后就是。花火节那个烟火好漂亮，对，很难忘。所以这女儿真的很有心呢，也不是说一定做带音来过了，其实就坐个飞机去澎湖啊呢，你有那种那澎湖，反正就是澎湖嘛，青菜啦，青菜。后料的地方啦，之后啦，好，冲出来，请赵碧先生。好，小同志真根本伊。对我来讲，根本已咩係名聲啊！唔但止係名聲，而係咧儀聲咯。我咪講，而咁點而內味同，睇下講很多看欣賞嘛，吼。你基本上個從看嘅你啊，有少子啦。耳鼻喉科醫生，係上個。像有啲人吼，像喺彈好彈一個嘅，你說唱好彈一個上人咧欣賞樣嘅，佢咩唱了首歌叫什麼老師？連2個禮拜後，我知道所有嘅參賽者都強樣，我知道做評審當向書，特啥唱嘅歌曲冇強樣，特啥類型冇強樣，特啥唱法冇強樣。我知道我在看一個演唱會，5位歌手，5位。歌手5首歌曲表現都冇強樣，你修董姐姐好像在看一個拼盤秀，超，又有大牌主持人，還有 Lost f o r 還有金娜，還有修董，還有我們的小康老師，謝他一下，還有金牌評審團，是不是要結束了？我知道人家台風。一直以來你比賽100%，我都覺得非常的棒，享受在舞台上，用 TV 冇強樣嘅感覺哦，兩手都當享受。你當唱嘛，你當唱啲嘅有時是唱歌唱容易講故事樣嘅，你有你一開嘴，我就想去彈，佢啲講嘛嘅，內味通啊，肩頭通，你腳通，我就很仔細想要聽你唱什麼。你一直以來唱那種客，大家因為客。高戲嘅歌曲，冇按弦嘅歌曲，唔過你把握得非常的精準跟到位。大家冇看到啲歌曲，其實冇簡單唱。我同天使機頭前嘅朋友講，你50唱嘅歌曲都做得做來，而來比賽嘅範本。特別修董姐姐吼，我講嘅係我一直很意外，你小小個子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聲量？你除了天分，我相信你一定有練習。真嘅，初聽你加踢隻時候有一點喪失實以外，後背啊，剛剛同慧茹老師講，呢一種嘅歌曲最強係動昂有填破嘅時間，你會做唔到，也係講腳也慢，唔講你冇，你都懂精準，你兩邊咧請。死都懂，莫米住凡薯同，你唱得有多好吗？死都啊，莫米住凡薯同。
让我好想要吃番薯。还有哦，你两边呢有舍有得，张油出头天，你两边冲无强用，冲过的两种歌曲，倒门你要冲上去的时候，太嘎都飙，你冇飙，你踢边冇飙，你有输哦，你输了懂讲度吼，听一遍你再来飙，要输歌曲的层次都走出来。我同太下讲，歌曲马上唱位。弹起来昂，马上唱我弹起来动有灵魂。你也出迄小的技巧的地步度，你比之前唱了动后弹，就是他唱这首歌就是收放自如。你冇拍的，就是收放自如。哇，后面谢谢老师，这位老师。我靠，这高手在民间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你看，对呀，全部到闹热来了。对呀。哦，最近追圈全部嘻哈穷哈了哦。对呀，好，就差的先让他来。啊！唱完然后淘汰，现在多好的。你说罗浩源先让他过关是不是？进了进后啊，来看一下修董自己的分数来。看一下罗修董的分数。什么老师应该有，虽然也他目前排名T3名，但是有可能。真难讲哦，会不会还有两 V 哦？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什么修董自己？什么老师？什么评审老师？好了，先回做休息哈。好，听天好，哎，声音哦，哦，哎呦，小可脚拜拜啊。哎，听说踢到门了。好，踢到地板，还是踢老公？好嘞。撒下来呢？撒下来，嘿，贾斯汀带来法舒哈经典的歌哦。法舒哈啊。Justin， 哎，你敢挑战这个歌哦？哎呀，哎，贾斯汀，你这我认识的歌也不多啦。哎，你轻厉害，敢咬字，你咬字是跟老师学吗？还是？没，
哦，哎，你从哪里学？你兄弟嘛。兄弟啊，我爱做买问的。你五朋友叫不要讲，他不会讲。对啊，他只有。一条歌爱练习嘅时间係看羅斯峰啊。你說有一個羅斯峰哦，裡面有啊，羅斯峰，大牛哥，他唱的嗎？我跟你說，我這首歌，特別是前面，佢都念給發，念給發，念這個字。對，我花了2、3天時間。我張講，我要張同佢講。他說一般人如果不是外國人，就是河洛人啊，我講啊，你客家呀，佢壓到死哦，壓到死不會講年。哎，不會合嘴。沒有，因為我看網絡上我看影片，它下面的歌詞是寫滿滿的花。那我去客家詞典去查的時候，滿是滿。哦，但是我每一次跟着唱，我就覺得說奇怪哦，這一段好像還是不對了。但是那時候也看不到其他人老師的嘴唇，但是我看到你的胡子擋住了，對，蓋住了，胡子遮住了。但我看到大牛哥唱的版本，我都看到他說 nem 給法，而且他會唱懶散。You am hero， 幾個合嘴閉口音他都有唱哎，居然是羅斯峰。哦呦，所以你看，我影響到一個美國人呢。哦，有一個羅斯峰哦。你沒彈到倆機吧？啊？你是聽到他唱這個版本嗎？哎，對，有一個羅斯峰哦，沒有，羅斯峰你知道是什麼嗎？它裡面羅斯峰，它裡面有提到我，你對啊，你不知道嗎？這個哎，我後來才知道，今天才知道。你不要害他，我之後唱的版本，我一定會唱你的版本。哦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這會扣分的。有版權，對不對？還是謝宇威老師的版本比較好。羅斯福啊，哦，哎，來，沖水嘞，向以恆。Hi Justin。刚刚他讲那个奧斯，我真的吓到，因为我一开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听过很多人的版本，然后也听过很糊的版本，因为这是大歌，你要，而且还是慢歌，你每一个字你要细节要做得很好，其实真的很难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除了咬字之外，Justin 还有一个做得很好的是他的8度音切换得很好，尤其是到低音的位置，很多人切到低音的时候会抖，然后会不稳，可是他切换得很自然，所以听起来大家会觉得，哦，他是在一个我好像真的在花树下，我在吹着风，我在听着一个男生，可能年轻，也可能是一个老人家在唱这首歌曲，所以我在感受的时候，我不会觉得是一个外国人在唱哈嘎狗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地方，听感上，对，甚至我觉得，比很多台湾人唱都还要标准，这样对，所以我有惊艳到这样。但有一个小小有扣分的地方，就是后面到发出哈那边的时候，你没有在那个 timing 回就是进。可是我觉得他厉害的点是他把它圆回来了，就是他唱了一个他自己的版本，对，但是还是有小扣分啦，对，加油加油！可惜了，对。其实刚刚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好紧张。很紧张哦，很紧张啊。罗斯峰很紧张。对啊，因为你第一出来，第一句出来的时候，好像就感觉上有慢一点点的，有一些嘞，你有一点 lay back， 对，有一点哦，所以我就开始替你紧张，我还双手合十这样。真的，这个劲歌慢，怕扣分扣太多。哎，那如果说我刚刚是有点 swing 的感觉，swing 抢拍啊 ，OK。你说你唱 swing， 然后后面比较合理吧，有加分嘛？他们自己打他们自己。哎，你刚刚应该唱这个版本啊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们重录好了。下一集，好不好哈？今天过关了，下一集来唱个 swing 版本。你还以为这真的是综艺节目？这是歌唱比赛节目，好不好？哎。今好够以後啦哈。看分數。看了看賈斯汀嘅分數。哎呦。Next week you can sing swing。swing 的发书好。发书好。
可以，周代，可以啊，周代了。那这样可以下一次我们有特别节目的时候，你来唱这个版本的 swing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还要 double swing 哦。有一个螺丝风，螺丝风，耶！哎，他很快，他很综艺耶。没办法，我也不想。他被台湾的综艺魂已经占据了。你好好一个美国青年，我多想要震惊啊！真的哈，我看你此生无缘。我们下礼拜好好问一下，这个来自美国的朋友，美国的朋友，你有会？哎呀，为什么会来台湾？流浪到台北，好不好？好吗？下个礼拜我们好好问一下，好吧？观众朋友们想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，周代，加油，好，安子生，什么意？尬斯丁欣赏，呛愁，哎，讲到尬斯丁，好了，杀好了呀 V， 杀了 V 面炸，李彦峰带来归来，来。爱嘅路微長，含着嘅芬芳，要來到我熟悉嘅地方。時間長條公公，經過一道秋冬，台北以後總會兩個鄉。多謝大家。哇，幾耐嘅好聽。彭家飛同彭家兒係嘛？嚇，兩姊妹演唱嘅。哦，而家冇人講，誒，係咪幾耐有隻地方？哦，錯啦，唔係啦，幾年吧？冇嘛，屏東曾經有幾耐啊？有幾耐咧？隻地方。就係。記得有誒。
有啊，有。屏东过来归来，联络咱西施，有火车站。归来乡的嘛，归来乡，也归来村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有个火车站叫归来，应该是归来乡吧？哦，归来乡哦，这个有俩的 visa。既然讲，那有归来，归他是归人，有归来火车站。归人呢？哦，台南是有归人没错。我知道是那个归亚雷的爸爸叫归来。谢谢你的冷知识。真的，我真的知道。哎呀，该相信啦，唔敌啦。哎，真的哦，根本特别线两条狗哎，很有情感嘛。就因为我说一些啦，其实有做节目天台节目嘅時候有編到一條歌曲。因為歸來就係因為我係寫坐火車去屏東了嘛，嗰時候就佢說歸來嘅火車站嘅名嘅。然後我覺得聽到歸，因為我條歌曲我都記得歸來，因為聽到歸來就會很難實現，很難步。係嗰種係家鄉，嗰時候之前聽到咖啡機，歸鄉嘅感覺。係嗰時候咖啡機，下一條歌曲就揾到歸來，啊佢 MV 底部有前軌道嘅聯絡嘅鄉情，嗰時候覺得很有那種親切感。下到歸好糖。鼓手根本貼片線兩條歌，真的一條歌真的好糖。那吃都沒有糖，煙囪都沒青紅。真的啊！我已經準備要被射箭了。對啊，你要被射箭了。我們留着給老師射你。討論了好久，而且還很大聲的在討論，都不知道。好像在彼此吵架的感覺，是嗎？嘉秋老師不高興了，是不是？沒有，我不會不高興啊，大宋很勇哎。我接假麻煩接成叫的嘿。哦。沒有，根本哦，其實我真的覺得，如果他今天通通不犯錯的話，嘿。給金狗，我認為可以給他滿分的。哦，可是他犯了蠻多錯。真的假的？你這個敵了哈，歌詞對不對？點哈，第一遍點。第一時間。第一拜嘿，啊，然後聽一拜，強你唱成點點。對。哦。因為我們都有很仔細在聽哦，不，那個可能是無心的錯，或者是咬字不清楚了哈。不過冇要緊啊，還是感覺講，實在講。做擂台組，然後這麼多強手，壓力真的非常大了。我還沒愛用型的哈，所以將心比心哈。好，還是感覺講，我是建議你說，就是下次心理素質要更強一點哈。還有一點就是講，你要如果某雙禮拜以後才會衝啊那麼的穩，比如說，雖然他坦白講，你睇進步輕多，比如說低音的部分、實音的部分，你衝到輕就低，而且。輕配就是整個聲音是一個很厚實的，有點螺絲風的味道，知道嗎？哦，對，哦是哦。那個氣聲的感覺比螺絲風還要好。哦，因為我沒氣的，不敢講。他英雄啊，氣短。不是，哪個意思講？就是說最起碼用氣包的那個聲音，就覺得跟以前不一樣，是很厚實哈。我根本就是在轉假音的部分就沒有上個禮拜那麼細膩。那你這個沒要承認，因為尤其從犯錯開始，從那個點開始錯了以後，心越來越慌。哦，後面那個點那個點那個地方，可能是你已經慌掉了。所以你第二段雖然你衝到整個氣氛全部都加上去了，可是就覺得你已經開始有點慌的感覺，就心裡某暗之猜了哈。所以。還是跟我講漢拜哦，其實你參加比賽經驗那麼多嘛，哈，漢拜像這種地方，其實你知道犯錯的話也莫幹不，因為從後面來往前面補，也還是有機會啊，不要自己就慌掉了哈。好，你都要打送了哈。好，那可是不得要扣的，就是要扣嘛，哈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你還能不能坐那個位置，這樣好不好？難怪剛剛討論得這麼大聲，真的嘞哦！來，就有請大家請高分球艇記來，我的舞台等了，熟悉的畫面又出現。沒做過啊？很忙。小丑，我們打鬥嘛，靠，係啊，所以還是讓他比較好啊。哦，希望本期過關啊！哈。他如果過關，那就表示盧修棟94分不應打的了。係啊。94分呢？這樣97分一狗分呢，還輸掉嘞。對啊，我靠！你看我們節目的這個歌唱水平多高啊！素質很高哦，是蒙太奇港。哦，先嚟看分數咯，看分數，來看一下李彥峰嘅分數。退
休之后反而身体不好。那个班拄到伊那个银行经理呢，做落去讲，因为做了锅都动火锅啊，结果一退休某一球中风。真的哦？哎，中枪哦。呀，你突然中风某吧？先来看分数咯，看分数，对，看一下李彦峰嘅分数。2分哦，安用就系签时抽送的你的避免在步边，用唔管啦哈。哦，对了，哈士奇嘞啊！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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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帮注意哈哦。李彦峰连胜避免唔管。哎呀，来到传统组的货币争霸赛，来上礼拜避免呢有成绩，恭喜！来 BB 啦，来 BB 啦哈，这样用抽下以后嘛哈，要不然希望抽下旧的哈，旧的好嘛，好，抽到10罐就好了啊。今日看到有一位新的参赛朋友，新的朋友来咧，之前来过，哦，今日有翻查转来，啊，那等下希望佢好好表现哈。介绍你评审先生，来介绍 TV。李秋华先生，蔡启贵先生，曾敏珠先生，林占义先生。TV 係來自新竹新豐，陳淑娥帶來羅山歌，好嘞，歡迎哦。盤古開天。蘇我小姐小姐，客家人啊，哦，好多年，好多年啊，係啊，你之前有來過比賽嘛？有，比到哪？比到乜嘅程度？記第5名啊，因為我那時候咬絲哦，所以冇章啊，就被扣分啊，就感覺回去再練習，感覺來一下，很生氣嗎？就有沒有很氣餒？不會啦，我以後不來了。越挫越勇，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。對，後來
感谢先生，还有同学杨叔同学鼓励过来比赛。哦，嘿，还有期许我能够再进步。按同学有没有来？有，梁淑仪之前他有来，史官有。史官对，所以你去感本身还是很想来，就差不多。没有啦，我是想说我过来这里，磨练自己。没有，对啦，自我挑战，对，凤飞飞的歌。对，冲起来了吗？对啊，唐先生公平咯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有進步哦，希望。唱秋啊，先生，進步程度。申夢先生。老實話，對於只學農人嚟講，唔係客家族群嘅人，研究了將老山歌傳世到安陽人，確實一本嘅鼓勵。剛剛認真了，佢彈嘅咬是非常標準。專腳做得非常好。所以真嘅有進步嘅空間，但是咁講，你說還有多少會講聲啦，多少會講係嘛會講哈，所以你就會冇講哈，你就冇了樣，聲音就比較怕太鹹，因為你感覺你專腳做得清楚，但是會感覺你後邊嘅樹音就稀。比較係不足的，樹音不足，就講做去認真看、認真彈啊，多熱檢，我要閃，佢後背得個戲嚟講，你頭前都成個最難唱嘅啦，心態跳最難唱嘅，你是將頭前戲吸爆來，在你唱嘅時候，慢慢嚟到戲變嘅，你冇一下吸戲唱嘅時候當出嚟。你後背你戲就不足，你就你唱老山歌，不論山歌之平板的功能，唱歌的功能你個環西急吐、環西環吐，那個動力都非常重要，所以你慢慢先將練你嘅表氣啊，吐氣，慢慢吐氣就比較重要嗬。你啊點練佢幫你進步空間，佢咪唱得非常好，加油！好，先生。你要先把眉毛先挑起來，要先揚眉，然後再吐氣。他要給你捧場一下，這樣你也笑。我要給你捧場一下。好了，來看一下宋娥，嘿，一堆呢都有分啦。陳蘇娥嘅分數。13分。要分數不得了嘞，對啊，是可以留下來的分數哦，要分數，就不知道哪一個人為主。大擺都係個，這不是啊，這第一分數就93分嘞，後尾就看我較緊張啊。強鬆衝就好嘞，係嘛？強鬆衝應該都會過關。大家都落獎嘞嘛，係嘛哈？好了，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啊！謝謝。這下集哈，這個沒下干。希望你下禮拜唱到行下好，行下爭啊！係啊，好啦，沙下來，沙來一天叫帶來神果子。好啦。
哎，听歌记。哎呦，不紧张哈。哎呦，当紧张。喂啊，你看你大摆冲绳，人家是要用出来的，哎嘛，唱歌时间。就当紧张。紧张哦，哎，你都看得出来哦。伊甲前面的 TV 有93分，一定紧张。大摆看到佢就看到人两三行出来的时间就轻松哎，冲出来。对，很多千翻译。对呀。这时间有青岛好高的事情嘛？这时间做你读书嘅下做。你話家下時代，讀書嘅係唔作啊，用安尼款脱脱嚟款得用卡用，誒唔看得作，會垃圾，會唔看得會壞脱，錢好買。佢用是按緊酷哦。以前酷。幾年級？幾多年以前？就那幾年班呢？4年級。我們是5年級、6年級。那個時候，家下還5、6年級已經算那時候已經。景氣慢慢可以慢爬升。哎，我們這一代的算還不錯了。哦，3年級、5年級都，4年級、3、4年級較辛苦。佢係唔盼得做，安尼做哪幾做嘅都安尼講，這樣開將嘢開燈去讀書。安那種所做啊，去到學校長做。去到學校長做。對呀。學校天係還平嘅啊，幹還是還是會做下。做反正做個下唔掂，新同人攏安尼。哎呀，有堂講啊，有堂講。以前一同人攏安尼。哦，真的特別依然吹過。環境冇好呀，他真的當年做過年。係啊，係啊。教個踢毽子咩，用個草嗰種誒，跟住酸酸嘅草，踢一把都啲個踢都好起來咧。對啊。這些時間那玩的東西都就地取材啊。對，看到嘛都做得到。現在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，珍惜，真的。真相啊！真相呀哈，得來不易的這種美好的生活，真的真的哈。是啊，好，來，衝出嚟，唱幾個先生來公平。好，聽友記哈，當然啦，難免每3年來看到講前面有較好嘅，後邊越創嘅人就會越緊張，一定難免啦哈。但是本來就係樣，有一個競爭啦，大家將會進步啦哈。尤其啊，像有按照關嘅嗬，我相信當然講緊張難免一定會緊張，但是你見咩創起來也係做得講算一平順啦嗬。在不管在個人部分也大人嘅部分，你都要做得講創得相當好啦嗬。相信也係因為成績也係穩穩定定咁對啦嚇。是啊，仲要再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先生，冇乜太問題啊，用強爽來。好，來，看一下入嘅分數。看入天橋嘅分數。93分，冇問題啊，評分，很評分，準備的評分，這裡話咧，冇問題啊，冇問題啊，是問天橋記，真係特別厲害，天橋記應該喺度嚟下產水青橋嘅一位嗬，係冇，嗬，應該係哦。目前看落去對啊，天橋記純按貴之以後，其實錯到呀。衝氣係對呀。咩是錯送起歌啦，係冇？係。好啦，沙下來沙來係總元件帶來平白。嚟等下啦。爱情啊，爱。
嘿，尹元记，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嘿嘿嘿，帅哥美女，帅哥美女，哦，他强爽，强爽嘞哈，你要不要紧张哦？不会啦，不会哦，我紧张大师。真的哦，那每次都上一奖。哎呀，上奖啊，叫上东奖。清幽。哎呀，按多些上真的算报复都东奖。哎呀，谢谢。东亮。哎呀，东后上。谢谢。所以也冲突就做吹过去了的。嘿，有蛮难意料嘛。冇嘢本聽，因為講得多牙都講嗬，按唔方便啦。哦，跟團咁做唔在店旁邊嗬。跟團有些他有懂得階梯啊，哈，但是冇後班，然後沒有回頭啊。哎呀，直去的話，我就唔方便啦。所以我以前去安新區，我講等你退休，我就是嗰個10幾個國家，我等我轉來哈，他們那邊還好了，我將帶你去。啊，結果佢。退休之後反而身體不好。哦，董東引真的冇退休，對，壓力一退休冇事情都做晒鬼啊，對，身法冇重視。所以向西咪依然旺啊，向數向數嘅時間。對啊，佢擺讀到伊那個銀行經理呢，經理退休，即係講因為做咗過到當火鍋啊，結果一退休冇一叫中風。哦，真的哦。哎呀，動槍哦。呀，你突然中風冇吧？我一擺撲起就係嚟啊，就路邊就凊彩前面咧木嘅，就知道當面就去啊，加一下，因為要撲個大愛片，我要把收功德金啊，你嚇，有冇啊？就去就加一啲房，然咧木嘅，就幾代人工作人員2-3次就落去哦，落去喺度都撲，突然間就門打開來，就一聲打開來就，怎麼？敷衍嘅？就啊，我講啦。我講啊，拍攝，阮在拍戲啊呢。如果他說假日而已，假日爾啦。哦。嘿啦。夾不夾？夾不夾？啊，他老婆就趕快從裡面衝出，啊，拍攝阮翁啦。哦。對啦。金迪就出來了。他可能出去散步。哦。散步啊，剛出去的時候家裡沒人，為什麼我回來？敷衍嘅按到你。哇！嚇到。神天顧後，顧後嚟，當做係天空，退休的垂簾。對，要保重。哦，衝出嚟唱民族欣賞。好，袁根基哈，你上人嘛哈，天生呢，好，所以呢唱出來非常嘅溫柔，哈，柔聲柔嫩啊，哈，柔覺安啊，哈，唱到清好，哈，但是呢，如果上拜做咗呢時間，唔是假按到嘅發錯。哦，我感覺到唔假出來讓人容易啊，哈！哦，今年是唱到以後，有點把撒天就的意思。因為每一個人要唱出自己強嘛，哦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，哦，唔是假按到發錯，老師咬章來，人唱準來，按是好嘞，哦，分數是做得拿到成果，哦，謝謝，謝謝。喺這裡看一下嘅分數。哦，看一下總元健嘅分數。好嘞。謝謝。他全部按厲害。喲，林老師我緊張了。林老師現在很穩，他非常穩。哦，對啊。恭喜袁健基，謝謝。安子謝，恭喜他。對啊，但雖然穩，也是可能會有突槌的時候。你不要烏鴉嘴。大拜講，唔會啦，本衝就好咧啦，係冇？我等他應該冇問題哦。對。哦，好了。哦，沙雷覺得林老師啊，林健勇帶來3個字。好來。如果有一輛賓士車，不要去網誌，乘客係公主，哦，那你認為要用茶係嘛啥嘅？係租賃公司誒，羅斯豐的，你知道？啊，羅斯豐好像開特斯拉。答案係。
老师，林老师嘞。没有，前面那个冲案后不紧张，不紧张啊。感觉会出来哦。哎呀，我有。有些笑不出来哟。有，那个压力有，看得出来。哦，不是，按不讲笑可以，阿里安泰。你讲起的，系啊，你这这。阿莫你脑筋急转弯。哎呦，脑筋急转弯。有脑筋急转弯呢。如果有一辆宾士车，一辆宾士车，不要，王子，乘客是公主，哦，那你认为亚亮茶是骂啥个？掠台茶是骂啥个？是王子也是公主的呀？女团是骂啥个？哦，宾士哦，租赁公司的，罗斯峰的，你知道？啊，罗斯峰好像开特斯拉。答案是如果。如果有一辆车，再问一个了哈。周飞师哦，要不然呢现在中午。哦，因为早晚会出事啊。早晚会有报应。对啊。哦，哎，这么快就给人家戳破，你凶一下嘛。对不起。嘿啊。好了。好，本意公司嘞。冲太来啊！冲太来，他们送来干嘛？枪战疫情上。来讲。人唱歌呀，唱得好啊，好，哎，演而优，唱而优则演啊，你就唱了，唱而优则教，所以你压力动态。哦。人家讲个压力太慢了，在唱家吼，所谓放松的去唱啊哟，你就跪下出接如意的，所以人家声音哈，你唱得当好，跟伴聊各方面都以好，但是啊有一点嘅建议就讲，你出力吐啊，要晓得数，啊唇球要晓得，说太严点嘛，要晓得唇球，所以有的话哈，是在你嘟唱多。唱太就出平平过去的，啊啦出接路，你再注意点点就好。但是具体的整体来讲哈，是非常的好的啦。啊，音脚音咩都以好，哈啊，你以后呢，大家繼續加油來注意點。好，謝謝。我留下來資料唔夠好嘛？我看分數。來，看一下分數來。看一下連傑雄嘅分數。好。沒問題啦，不是緊張哈，輕鬆的啦。你做咧談到佢貢獻當到好消化哈。安子 C， 好了，合作休息哈，安子 C 哈。好的，殺下來。殺來係避免炸總有整帶來平板。好了。你要約人冇嘢衫係啊？真係㗎？
有啊，看有今后上啊，等一下啊。平常是莫买啥没有？用全部种牙模耶。对啊。装年轻一点。哦，没黑了。还是你穿了你的以后，然后你女儿就被你女儿嫌，讲啊妈，装啊你痛肉啦，莫啦，对啦，有看以来至少减龄10岁啊，吃完不，他们那个衣橱上全部斑斑都真的。哎呀，就板车不能掀，知道哎？掀到一道凉。这近期啊，启动慢字位置啊。哦，以后啊，要用特别清好啊。某一种贴心。松腿嘛，还有什么感，还有什么感觉啊？像我现在有得什么同阿拉啊，就强阿做啊。系啊。其實我拿牙什麼做啊？真的吼。啊，係咪我拿其他什來做？還有什個用？通融哈，通融。阿拉身材比你好。比我高啦，所以就那樣呢，所以我有一些衣服很好看的。他们没办法穿哦，真的哦。有的还真的。哦。我穿一下，哎，我衣服呢？就哦，一夹个衣橱，一穿就穿到的。哦，用清好啊，永远身材强用的做在做衫。对啊。系冇。系啊。诶，个有人姊妹清厉害呢。做上有粗上嘅美面在部位咧。系啊。哦。你有进来冇？冇哦，你掺水片就全部按强。按强哦。根本正经。当紧张，分数全部清过，哦，哎呀，好啦，冲出来，来，唱秋下欣赏。好，你要玉准哈，上落等一下哈。真的，一上香了。系啊，难怪唔见看见啊，哎呀，鏡頭都好看啊，等一下，真好上。人等一下，嘅韻腳嘅做得真好，哦，你阿說歌詞嗬，千多人唱。你唱嚟就咪以前李永祥先生有唱歌，佢搞出嚟學什麼太分錯硬嘅韻腳，哦，所以一唱你嘅韻腳嚟講，你除了你本身你音質係好，你調高音唔係調得上去，因為你兩面縫你一下子帶調上去韻腳嘛，所以你調唔上去，你就會憋音，哦，家你留佢注意聽嚇，差一點咪憋啦，啊冇憋啦，哦。是免量係係啦，要帶下來咧韻腳，所以你講你高音要衝唔上去嚟講，你講從高音基本條件要準嘛，高音準軟哦穩，所以你啊什麼條件你有嚟講，數歌也不是幫你詮釋得清哦，所以你注意讓同你數歌曲你給佢詮釋得下來一針掉啦吼，所以但是你也記得很擺先歌嘅時你注意。高音咩？你冇先唱到，唱跳嗰度對你講是為怕硬教啊，硬教嗰種。你唱歌嘅，你高音，你所以一首歌一隻音高音，你帶咗你大家音上去。你嚟講幾首歌太分嘅高音啦，對你嚟講就按你實力，當實力。哦，所以你先歌詞咩輕鬆啲哦，基本上係說以後加油。好，欣賞。基本上以後，基本上以後嘅有唱，基本有兩位評分嘅哦。哦，原子還有，繼續欣賞啊！麻煩你向 V 度舞台當中，哈。向下來看。好，一撒起片，好，你夾起來，哈。好，韓陽就準備好了，向下來看總有整個分數。其實嘛，伊啷個講？佢講吼，不管用版型，做莫講老咧老師。一度寫嘅講，一度寫嘅哈。我下水啊，就。不會就想講人老真嘅行不老哈，但是哈，你青島你係樣啦，心意羅哥是皮啦。韓陽就準備好了，看下來看總有整個分數。好嘞。恭喜啊！成績，再度登上李碧棉在保庇，恭喜！碧棉6冠。老年音樂會。
哎，今日安尼节目当中啊，有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啊。哎呦，真的哟。算哎，你安尼古创家啊，说董子成的一位故事。秦子成吼，哎呀，用很低嘛。哦，因为佢师出名门啊，喺你国宝欣赏林在英欣赏嘅得意门生。哎呀，对。你还才没有你们搞青岛嘅搞狗友。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看他，一直现在变成就是人妇，对，嘿。从少女变人妻，啊，今嘛变人妇，少妇，嘿，少妇，口音很强，口音还没冲，哦，冲，哎，等下现场给唱歌啊，等下好好的访问起啊，来欢迎杨妹妹先生，来。山又传来爱的歌声，聪明爱对你心中的思念，用夜的夜比来披香，歌声响亮满山歌，唱出爱的歌声。爱情的歌你来唱，爱来欢喜唱，真心来爱你。月光永永替爱来证明，爱情的歌你爱两人来对唱，唱出两人心中的爱情，真心真意来表明，唱出幸福的歌声。爱的歌声，聪明爱对你心中的思念，用夜的夜比来披香，歌声响亮满山歌，唱出爱的歌声。爱情的歌你来唱，爱来欢喜唱，真心来爱你，爱你永远不变心。月光永永替爱来证明，爱情的歌你爱两人来对唱，唱出两人心中的爱情，真心真意来表明，唱出幸福的歌声。唱出两人心中的爱情，真心真意来表明，唱出幸福的歌声。大家好，韩国的大哥好，齐娜好，有枪哈。哎呀，有资深美模，你们要留下来，莹莹舞蹈团呐，莹莹舞蹈团呀，哦，这个杨就超过来，我杨笑莹莹的莹莹。哎呦，杨妹妹，杨妹妹欣赏吼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好久冇見啦嚇。係啊，很多年咧。人家節目有來過嘛？有100天天，100天天嗎？100。真的假的？記得幾擺來係賣插車有冇？哦，來表演嘅嘛。哎呦，
其实用咩出土动久的啊，真的哦，唔免讲详细就看到咧。对啊，应该差不多啲安尼古装机客家古装机，他们有22年呢，不止，有差不多91年出道。 91年出道，他永正经22年，现在就30多岁这样子。对，穷谁就真的是从少女到现在变少妇，变成桃李满天下嘅欣赏。哦，所以也得全部也学生的吗？嘿，哎呀，真的国班嘅学生哎，俩系舞蹈班的团长，莹莹舞蹈团的团长。哎，团长你好。然后我们有一个郭老师，哎，郭老师，我们舞蹈老师。哦，所以郭老师本身的就是学这方面的，对，他是舞蹈老师。哦，舞蹈老师，哦，是在哪里教课？在朝阳社区。桃园社区。朝阳造桥的苗栗县的造桥。哦，那本身呢有就是从舞蹈开始学起来的。 76年开始学舞蹈，开始到现在。76年开始学舞蹈到现在。好弄年啊，好弄年啊，哦，所以有口音啊。民国76年。民国啊。哦啊，都是编舞老师，都是郭老师，就对。团长陈老师，陈老师，哎。所以有接带电机，出去都要表演。系啊。懂好。团长成立俩只个舞团几久了？实际上成立莹莹舞蹈团吼，差不多3年的时间。3年。嘿，不过我就听杨妹妹老师去表演，就有5年的时间呢。哦，成立3年，表演有5年。哦，先表演以后，张想做得成立的团过来安尼。哎呦，做得好训练嘛，张请到给国欣赏嘛，系嘛吼，咁样训练啊。佢有当初种为什么成立安尼舞蹈团？因为跳舞啊吼，大家跳的身心较健康，哦，大家姊妹强下就会动快乐，所以就大家强下。 跳，哎啦，跳舞又运动又表演又掌声，对，运动的又还年轻，还有上，最主要身体会健康。真的啊，对，跟人家的搭配跳就全部跳也对安尼，较传统的。像啦啦队那种啊，抽皮那种跳舞。啦啦队没有啦哈，啊就平常时就他迄个。 各种的双人舞没有啦哈，啊就较跳较大家跳健康啊。可以啊，比如讲抖音较红的，比如科目3嗰条东西，你也都会跳嘛？上次没会跳到诶。上次没会跳。哎呦，来，真的没有，真的吗？要带一下了。来科目3，来跳一下。2、3、4。来，1、2、3、4。 哇！有偷走了。哦，这个鼓手老师还把 tempo 放慢呢。有与时俱进啊！哎，真的有。对呀，有更新之学，谢谢。对啊，你不要说我们老人家跟不上时代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跟那有录音嘎乱讲，系嘛？ 很好，不就全部都上。哎呀，杨妹妹老师，你看高中国自家有表演，可以来很上，对嘛？你好会讲话，真的。所以什么？高中的路方是做国术以后，那就开始这样教学生的。教学生的系93年。 93年教到现在，隔了2年以后，对。哦，成名以后就很多人来，就慕名而来就对了，慢慢的。哦，苗栗一方之霸，哦，没有啦，哇，我的老师在那里呢，他是全国之霸啊，他是全国的啊，这样说啊，你要给他是世界客委会之霸，对啊，国宝欣赏呢，哦，对，教好有咩20年以来？20年，哦，总共有教过一多学生诶，算得出来。 1000呢？冇啦，不止吧？应该差不多，1000内啦，几百啦，因为一班出30人上，哦，30-40个，差不多。所以你看你安尼客家嘅公演嘅动态，搞1000元，1300人，从客家公演都1000人以上。係啊，有特別嘅印象，較深刻嘅嘛。真的。難忘嘅經驗就係。
乐龄的长者较多啦，就年纪重批，重批，80-90岁差不多，但是伊唔识字，就看不懂字，他就这样用糖，用糖用葱清厉害做诶，1礼拜我要验收咩，其他礼拜就做得冲出来。一看唔识咯，佢就冲过诶。我说哇，大琴很强哦。他说我专去做糖，一直糖，佢糖就会冲诶。哎呦，真诶，人讲老人家学过，速度要较慢哦。1礼拜都学得出来，你说厉害呢？真嘅。差不多音乐可能还好，他到位哦，唱得很到位，厉害哦。学一条歌，学一张眼我都学唔了。真是老人来老诶。哇，有咩称号咧？谈我根本人家嘅恩师有来到现场，有，你全国嘅国宝级嘅开始。他如果是你的老师啊，现在那个就是你的塞工，还是来调啊？施工啊！哦，在疫情上来到系啊，来到现场，就是要帮你，就是共下来合冲，一起站台，对，加持，冲乜嘅歌诶？人老心不老，哎呦，哦，也真的哦，也就会在疫情上半年吧，半年，留下，今年冇咯啦，已经70人岁，看唔出来啊，完全看唔出来，人生70才开始，啊，所以他现在才开始慢慢长大，长大，对，好，来，弹一条人老心不老，来弹哦。乐仙人生，乐仙人生，人老心不老，人老功夫一直帮就到呢，红豆那是呢，酒豆那是呢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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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人老心不老，哎呦，老少呢，人老精神一定好，有样么？人老心不老，人老体力强过宝，母子又会敌呢。懒惰多的好一点力算数，哦哈，功夫一把就到，身多老爱好多老，身体健康爱顾到，无论你来行来入唱歌跳舞，文武全才样样爱唱哪一点好，帅得帅得有了得，总配总得，乐仙人生唔爱老。哎呦，妹妹，不看俺人老啊，精神体力一直帮脚到的了，帅得帅得有了得，杭州的嘛，做个错。人老心不老，哎呦，羞脸啊！人老精神一定好，有样嘛？人老心不老，人老体力强过宝，懒惰多的好一点力算数，好哈，功夫一级棒就到，十多老爱好多老，身体健康爱顾到，无论是内行内入唱歌跳舞，文武全才样样爱唱哪一点好，帅得帅得有了得，总系总得，乐仙人生唔爱老，十多老爱好多老，身体健康爱顾到，无论是内行内入唱歌跳舞，文武全才样样爱唱哪一点好，帅得帅得有了得，总系总得，乐仙人生唔爱老。
人老心不老，冇啦，你会冇老啦。宝刀未老，真的，太厉害了。后堂，用按厉害，按不冲啊！真的呢，70岁，人老心不老啊。哎呀，上咩不老，上咩用按厉害，你们冇老。系啊，唔会啊。我真的，我30年前看到很多上岸的。真的。真的啊。你没漏，电漏哎呀，电漏，老着等这样子，还有上多漏都上得按。哎咪，其他嘛，伊拢爱讲，佢讲哈，不管用版型，就莫讲漏了老师。哦，真的。一度说嘅讲，一度说嘅啦哈，但是我莫讲系漏。啊，跟我下垂一条。会不会就想讲人老真嘅心不老哈？但是哈，你青多年系按样啦，心意。罗哥金笛啦，还有一个金笛，所以青多年嚟哈，哎，审美谁来你应该就低了。讲到妹妹哈，最近什么诶所有诶感情了对吧？对佢嘅支持啦、爱护啦哈。因为佢咩讲上细你都看到睇哈，训练到睇，训练到睇。我民国86年家都学教行哈，发现佢。哦，发现佢。我去主持嘅节目哈，民国76年啊哈。86年。86年，哎，我高中的时候，86，你上台表演，哎，我歌唱比赛，老师是主持人。哦，对，哎呦，一比赛，比赛，老师又发觉到明日之星，才有那个主持人才有办法连那个沟通跟讲。是他在有讲法啦哈，但是哈也能缘分啦，佢都90年章我才开始教佢。真有缘分来学习呢条歌啊！我其实运气也当好啦，家当时佢写当到歌嘅咩？对，好。你还没记得爱慕啦，情歌传心上啦，今年突入。我看 CD 很当到全部人家对不对？哦，全部不因杨妹妹老师冲黑嘛？哎呦，哦，摆在那里是你要丢掉也不是，不是，没了，不是。丢掉干嘛 ？CD 里啊。这是宝贝，好不好？我有上千片，宝贝是那样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那天就是过年哈，过年就整理我卡没有。哎呦，那个 CD 真的好一大堆。你看主持那些大旅团20年呢，20年，他敢送转系都有哈，哎，所以他家全部留下来。真的哦。哦，有的好咯，没有，讨厌的就丢了，是不是？拿去垫桌子。用心做的作品啊，真的，因为佢都全部做纪念那个东西。我想前世还有机会哈，你看佢出来多了，其实一直都无限好过来。那今日有机会来多了哈，真嘅，可能好好嘅去讲得嘅心上。20年，张磊听100嘞，根本也老学生嘅唱歌。我说老师来上一下电视。17个班呢，对，展毅老师在把麦克风17个班，唔敢讲啊，睇啥？班迄算一礼拜啦，一礼拜会搞很多，轻多的3堂课，所以老师早中晚多了，早中晚就是某天都超嘅，每天啊，礼拜天的只有休白天。安普头有，安普头还有课啦，可是了礼拜一啦。啊，难怪。因为看到准备资料啊，留一天备课，要备课，打教材。那为什么你班比较多？按其他你像有一些老师，因为老师要上来评审啊。哦，Vito 你弄嘢大轮腿嘛，身上没穿拉的呀。本来一般嘅咧话，礼拜6、礼拜日吼，係都冇送，因為吼，佢要按會強啦，強到嘅要學到按好。哦，強一度嘅。兼之要特別愛。哦，我有2男5女。拍上嚟，拍上。2男5女。7啊。5女啊！哦，没有女啊，谁来啊？2男5女，我老都7殺咧，冇2殺啦，來嘅。沙比如果講到7殺，嗰真係哦，嗰啲鋼鐵嘅，佢講得觀眾們。哦，那正經咧，辛苦咧。就咁多妹咩？冇辦法，2殺之後誒，來也沒情2個恰恰好。對啦，講來講妹有防範啦。係啊。來你就看應徵的會做啊。哦，阿妹誒，公妹把都青菜拉拉的。每個我們家老公啦。表示你要老公請應徵。
跟青年用来，罗哥更认真，给3个来。哦，很好，只要某某也不错，某某他也舞女啊，对啊，3男5女。对啊，不过是才发那个展艺欣赏正给杨梅梅老师的恩人。对，真的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展艺老师发掘他嘛，对啊，发掘到杨梅梅。经常讲吼，人都忌讳韩国嘅盐分啦。你盐分多啲嘅吼，嚇唔是唔用嘅散都散唔開。誒，真的，真的。鹽分喺冇吼，那個強球用嘅吼，冇好。有這樣的師生鹽。就像穿錢用嘅呀。你像我一穿，看樣我一穿，冇穿冇就穿冇。冇想穿的時間，個錢一不能這個了。哦，真的哦。每個人確實咧。哦，我們體會不到羅哥。哦，真的哈。你比較會有這種不倫哦。無欲則剛的時候。無欲則剛的時候。對啊。要訓練一下氣嘎。今天難得跟恩師站在同一個舞台上，有乜嘅發想要同恩師感謝咧？同感謝我嘅展藝老師啊，按當年對我嘅愛護和支持啊，我希望我嘅先生做得身體健康，18年，也青春有咩啊？這下眼唔該，咩想要福報嘅人咧？呢啲人客家嘅貢獻很多，老天爺一定會讓他活到120。一定要，對啊，因為在我哋年頭差唔多嘅嗬，一做係動到嘅啦嗬，所以咧嗬，佢不一腳定來嗬，啊啲嚟就講啊，特別講係練得溜啊，係練得走啊，盡量出去，踏出來，你都唔想去踏出來，因身體唔可以啊，因為行路啊容易啊。在疫情上完全冇，完全冇，用得嚟嗬，曉得保養啦。而且他思想很開化，很跟得上我們年輕這一輩，他很開化，也願意讓出舞台，對，而且很願意提攜後輩，對，真的。就是展藝老師不會因為他因為比較資深，或是說我在客家界的地位，對，所以他會供在神壇上，對，沒有，他完全沒有，一點價值都沒有。他也會教你嘅人生經驗啊，人生脫離啊，人情世故啊，嘅部分，會周營嘅脫離啊。做人的道理，難怪你才生2個，可能教得還不夠。教得還不夠。特別老學生嚟講嗬，你會唱歌就好，人品青春嘅，還有待人處事，個樣板現要虔誠後台，唔好講自家起點嚟嗬，8點嚟對。所以我一直多聊下，我做本所有學生嘅嗬，太感人嘅觀念就會，老師一定要讓出舞台，但是呢，在舞台下面依家最強烈的。本家就去共同喺度發揮，要當創業啦。對，愛好少年，對啊，愛好少年人一屆機會啦，對不對？要給年輕人機會啊，對嗎？哦，對，謝謝老師。今天難得師徒同台，來帶來一條歌啊。好，我帶來主曲，也係老師寫嘅《談相思》老母伴歌主曲。哦，就像我同叔叔嘅歌嘅，有到新歌嘅就舊歌嘅嚇，30年前嘅歌咧就差唔多夾下嚇，就會動搖，你下唱咧，當然要做改變咩？頭擺冇按好嘅 tempo， 冇按好嘅編曲啊，那編曲咧編歌喺話，現在把它精緻化，冇強用嘅感覺咧。真多，來回味一下，來唱到下啲後堂嘅歌曲啊。落歌新編哦，來，快來。冷風吹過來，寒夜孤單盼故事，懷念他鄉愛嘅你，思思念念心難離，離島兩人嘅將來，怎會來兩分離？雖然分開兩地，但是自己等待你，成功飛向來相飛。
风吹过来，寒夜孤单盼故事，怀念他乡爱家园，思思念念心难移，味道两人的将来，怎会来两分离？虽然分开两地，但是爱念你，爱会好好保存自己，等待你成功飞向来相会。年节喜庆闹连连，总灯结彩彩门前，你断板车冲头前，爱怒扮演演有演，扮演扮演太扮演，你做的扮演风有眼，扮演扮演谁扮演，客家扮演永永线，含板甜板吹头板，发板水。